来关心各自的安全，这是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的科技公司，是来推出 Word App 服务，讲只要扫目睭认，安尼就当完成数位认证，而且换到虚拟货币。也毋过专家是提示讲，这目睭认的影像若准互人偷摕去，安尼个资恐惊是全部拢袂复旧啊。司法部是表示讲，这目睭认的就是特种个资，若准甲人讨来用，安尼就算违反这个个资法。 透过手机App 确认身份了后，对球星机台升登录面的特征，扫落来就扫目睭认。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创立的科技公司推出 Word App 服务，佮拍出通过验证了后，会当得到一组 Word Coin 加密货币，或者是超上100回的礼券。 科技公司推出了机台 Orb， 可以用来验证真人还有虚拟 AI 机器人。不过呢，验证的过程中就包含了虹膜搜集、数发布警告，可能会触及个资法。 Word App 服务公司会当透过专属的装置来得到目睭认的资讯，建立数位身份 Word ID， 会当防范侵入，确保荧幕头前不是 AI。透过验证，佫会当避免定时买票这行为。不过目睭认辨识的准确率是指纹辨识的1200倍，若无去就无法度救，自然风险是真大。No ability for anyone to gain information about the person or to have access to the iris code itself. And we'll talk about the technology that's been created based on industry research in something called secure multi-party compute. We have described the system of protecting the iris code as anonymous multi-party compute. 虽然业者回应讲无各自漏泄的风险，但是主管专家讲，目睭认红看做是敢若输互 DNA， 是上歹去假的第2名，因为高度个人化和袂当定制的特性，若红偷摕就无法度补救。像这台机器它在采集的时候，其实不止你的虹膜，包含你的脸部的特征，也同时做采集。 所以你给出去的东西，事实上包含你的脸部的特征跟你的这个虹膜的生物特征，这2个东西都出去之后，然后是交由一个单一的这个私人的企业，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司法部嘛警告讲，根据个人资料保护法内面特种各资的规定，目睭认是特种个人资料，凊彩收集、处理还是利用，拢是违法的。虽然讲扫特定会当换虚拟币是啥真侪盲情和民众，外界嘛烦恼讲，若过度引诱是会减少对资料安全的警觉，民众应该斟酌评估资料使用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